各位乡亲，黄昏渐渐落去，目天一个人坐伫厝外，世界静静。毋过，真正无平静的是伊的心。外面无半点声，心内却亲像两个人在讲话。一个声音讲：“算啊，莫阁想遮的。”另外一个声音讲：“继续找，千万莫放弃。”目天到底要听啥人的声呢？伊阁想起这本古册，一句一句，拢亲像在叫伊，毋是叫伊倒撇，是叫伊勇敢面对家己。到这时，目天才慢慢明白，人真正欠缺的，毋是钱，毋是名，也毋是人的掌声，是心内真正的平安。伊双手合起来，额头讲一句话：若真正有上帝，求你指引我。短短一句，却是伊这世人头一摆真正对上帝讲话。奇怪的是，环境拢无变，毋过心内亲像有一点点仔光，亲像远远有人咧等伊行过去。各位乡亲，人一世人拢会听见真正的声音，毋过上重要的是，你要听啥人的声音，要知影后来安怎，咱后回继续讲落去。